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，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，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长江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姑娘，怎么办呢？今晚没了丝巾。哎呀，李公公这个家伙，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迷药，怕他干洗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啊！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，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你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您知道为什么臣女不愿意侍奉您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啊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3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
其实，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，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，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，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，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，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2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，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
想不到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货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舒建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倩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所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舒建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，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，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
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英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的拿到金钥匙呢？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上？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着不懂。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，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
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呢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倩影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宣皇上口谕，封秀女易欢姑娘为答应，入住永和宫。谢皇上恩典。都起来吧。哟，易欢，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答应就答应吧，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易欢姑娘，您也不必失意。皇上自亲政以来，还从未一连3日召同一人侍寝，这足见皇上对易欢姑娘还是与众不同。虽然只是暂时封了个答应，想必是易欢姑娘有什么地方惹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只是稍稍惩戒一下，只要易欢姑娘能够吸取教训，想必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谁要讨好那个色狼皇帝了？我才不在乎什么品阶呢。永和宫是雪姐姐的住处，小皇帝阴差阳错的把我安排在了永和宫，比让我当皇后独居中宫都好。易欢姑娘，永和宫的住处已经收拾妥当了，随奴才前去吧。有劳李公公。真想不到，皇上正巧把你安排在永和宫，这下咱们姐妹俩可以日夜相伴，互相照应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那个小皇帝，结果他这么安排吧，我现在都不讨厌他了。又开始任性了。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做吧，哪有徒弟坐着，师傅站着的道理啊？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，宫里人知道了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哎呀，嬷嬷放心，欢答应啊，只是还没有适应她的新身份，我会慢慢教导她的。谢谢厉贵人啦。哎，说真格的，这清宫规矩要正3品以上才有资格做一宫之主，入住正殿。眼下我还只是个正7品的贵人，所以只能住嫔殿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个永和宫就只有我一个小主，省去了和其他嫔妃混住的许多麻烦。这也算是皇上对你我的优待了。不过徐姐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在宫里陪着皇上，是不是特别辛苦啊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再辛苦也不值一提。
李公公，李公公安好。你是那个太医院新来的李太医吧？正是，卑职乃陕西榆林人士，刚入太医院不久，还望公公多多关照。好说，好说，好说。哎，你刚刚说你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正是。听公公的口音，也是陕西人吧？哼，咱家也是陕西榆林人士啊，入宫几十年了，没想到在宫中还碰到了老乡。看来卑职跟公公还真是有缘，不仅是同姓，还是同乡呢。嗯，不知公公老家在榆林何处啊？咱家在榆林皂角村。那真是太巧了，卑职老家也在榆林皂角村。哦，公公家里都有何人呢？说不定我还认识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咱家进宫已经3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家乡闹兵祸，我的家人都被张献忠的部下给杀死了。卑职不小心触及了公公的伤心事，实在是抱歉。无妨无妨。李太医，你是咱家在这宫中遇到的第一个同乡，又都姓李，这说起来，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。你放心吧，咱家日后一定会多多照应你的。多谢公公。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李太医，快拿上你的药箱，随我去永和宫。厉贵人刚刚在御花园遇刺了。什么？
还好没有伤及要害。他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昏迷不醒。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在御花园行刺后宫嫔妃？今夜，皇上召见厉贵人去御书房下棋，下至半夜才让他回来。